嘅娛樂節目綽綽有餘。神奇嘅禮拜四又要跟住子豪老師周圍揾嘢食，今期嘅子豪撩妹食堂又要去邊度開餐呢？千祈唔好錯過。仲有周迅新髮型酷似動漫，小殺婚後主持首秀，羅仲謙宣布10月2號舉辦婚宴啊！即刻進入星動態。日前，周迅、宋慧喬、李宇春、白百何等一眾明星現身北京，為某時尚品牌助陣。當晚嘅活動現場星光熠熠，大牌雲集，各路明星紛紛盛裝上陣，簡直係閃爆咗小編對眼。比如大氣成熟風、時尚小清新、歌星前衛風，仲有 bling bling 裝添。而除咗裝束之外，最為博眼球嘅都算係周迅嘅髮型啦，唔見平日嘅溫軟同埋柔媚，一頭短髮幹練而且有型，同漫畫當中嘅人物真係有幾分相似。因為也是他正好長到這兒，所以就讓他這樣，還挺嬉皮的。6·1節就已經到咗啦，唔知道有 BB 嘅明星們又有咩安排呢6·1我兒子不放假，對，就放了學再玩吧。啊？應該學校補償他，學校不給他放假，他每天都在玩，他不差這一天。每年咧一到呢個時裝周季咧，我哋呢度就會一大把明星飛咗去歐洲噶啦。咁佢哋其中咧有啲人咧就係呢個主辦方發咗請函請佢哋嚟噶啦。咁有啲人咧就係自己自費飛咗過去之後出現喺紅地毯度噶啦。不過咧撇開嗰啲我哋睇到個20-30分鐘都唔知佢係乜水嘅明星嚟講，其實有啲我哋耳熟能詳嘅明星表現咗可圈可點。不過雖然話近幾年春春成日出現喺紅地毯裏邊，對於佢嘅表現大家都有唔同嘅睇法。有啲人就話人哋春春有實力有天賦，你眼紅唔到，亦都唔可以否認佢啊。不過有啲人就話咧，唔係話對春春有意見，不過佢咁樣嘅服裝真係成個膠紙袋咁，睇起身真係有少少突兀噃。你又唔明啦，家陣行紅地毯點可以用常人嘅目光去睇咧？你睇嗰啲女明星唔係着小禮服咧，就着嗰啲咩長裙咧，又優雅又性感，係咪？點樣吸引菲林啊？所以話做人要突破啊，就好似跟住落嚟呢一個節目都係咁噶啦。琴日，央視即將推出嘅大型科學挑戰節目《加油向未來》喺北京舉辦發佈會，名嘴撒貝寧、鋼琴演奏家朗朗、魔術師劉謙等都應邀出席。婚後嘅小撒顯然心情非常唔錯，公然調侃朗朗嘅琴技。而登台演奏嘅朗朗今次彈嘅就唔係一般嘅鋼琴噃。你可唔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國際鋼琴大師嘅樣子呢？呢一隻曲你唔怕，而且中間仲斷咗。呢一個係貝多芬嘅著名交響樂第9交響樂，而且仲係好著名嘅一首歌。我讀得書少，你唔好呃我吧。講到網上流傳嘅同款表情包，朗朗更加大方回應到：啊，這個我覺得挺好玩的啊，我自己有時候也用。就是彈鋼琴的時候，一直排練。因為問題是我彈琴的時候也沒覺察，反正做出來以後覺得挺好玩的，還挺有用的，我也喜歡用。平時自己聊天用的。對，有時候實在表達不出來了，就用一下。而多年未上央視春晚嘅劉謙，唔單止演繹咗精彩嘅表演，喺被問及今年上春晚嘅意向嘅時候，亦都坦然回答話：目前仲有好多比上春晚更加重要嘅事，不過自己已經做好咗隨時回歸春晚嘅準備。我覺得要再過2個月我才能夠做出決定，因為自從我結婚生子之後，我就發現人生有另外一塊值得花時間去關注的一個項目，所以我暫時先想把這個時間放在自己的家裡上面，但是因為我知道就是央視春晚對我來說是個很重要的舞台，所以我隨時隨地都做好回歸的一個準備，只要我這個身心狀態已經準備好，那就會隨時回來，我相信。唔知點解咧，而家每年嘅春晚咧都一定要表演魔術嘅喎。你表演魔術就算啦，你揾翻劉謙啊嘛。所以劉謙話咧，佢要翻春晚嗰陣時咧，我都係好期待嘅，因為咧佢唔喺度呢幾年咧，嗰個英俊小生咧，似乎做得好似有啲麻麻地。嗱，對於英俊小生係 Eve 嘅表現嚟講咧，網友們大多數都係表示嗱，真係幾好睇嘅嚇，個樣係幾靚仔嘅。但係人哋以前劉謙表演魔術嘅時候，我哋可以攞一段時間出嚟破解佢魔術，尋求樂趣。但係 Eve 表演，你唔單止
始手震，你個魔術現場就穿煲，真係睇到人哋好失望噃。幫人哋 Eve 咧，可能係緊張啫嘛，第一次面對全國觀眾係咪？劉謙啊唔同啦，出道早經驗多，簡直就老江湖啦。第一次就唔緊張，氣場又大 ，hold 住全場咁先得噶嘛。所以好多人就話：唉，以前劉謙喺我面前嘅時候，我哋唔識好好珍惜，仲要破解佢啲魔術，話佢流。如果今次劉謙仲可以上翻春晚，我希望佢可以上1萬年。不過如果話劉謙上春晚，大家十分之期待。咁嚟緊羅仲謙同埋楊怡嘅婚宴，大家更加期待。羅仲謙同埋楊怡新婚之後首次共同出席活動，睇佢哋着到好似利是封一樣，就知道有好消息公佈啦。就係婚禮鐵定於10月2號喺香港補辦啦。10月2號是因為是我們找師傅定的日子，對我們2個人還有我們的家庭都好，所以我們就決定那個日子。還有一個原因就是10月2號是全日的時間比較好，都是好時間，那大家想玩什麼都可以。睇嚟阿怡已經準備好當日嘅玩新郎計劃啦噃。這有我一點主意了，所以我覺得不怕應該他找來的兄弟，希望他們真的可以在那一天發揮他們的小宇宙。最重要的是開門的紅包多就可以了。究竟邊個兄弟姊妹團呢？呢一日亦都曝光咗啊！有身邊有些女孩子，她們唐詩允Natalie 馬賽他們好像吳姑娘，還有敏芝，他們呢，就是我們因為認識很久了，我們一直都說有一天你要結婚的時候，一定要找我們做姐妹，所以這個約定約好了。但是詩允他們就打電話給我說，我要做你姐妹呀。我希望他們當時都可以，但是會慢慢要找他們。其實我有一點怕的，他們的姊妹都非常的厲害的，所以我找來的兄弟都比較不錯的。對，希望作息還有就是浩鑫都有時間跟我做一個兄弟。兩位婚後應該就係努力做人，不過你哋咁樣諗呢，就錯晒啦。這個隨緣吧，因為我一直在大陸工作，還沒有時間生小寶寶，所以什麼都婚禮之後才計劃。因為太太希望她婚禮的時候保持最漂亮的身段，所以我覺得有什麼計劃都應該是婚禮之後才計劃。好心楊怡佢哋辦婚禮啦，都請翻啲靚仔啲嘅，好似袁弘嗰啲咁嘅伴郎團。不過講起呢個伴郎團呢，其實大家十分之關注，因為有你哋嘅男神胡歌，有你哋嘅男神彭于晏，夠唔夠？唔夠，仲有馬天宇同埋劉浩然啊！其實睇到咁樣嘅陣容，個婚禮點樣都冇乜所謂，睇佢哋個樣夠啦。不過咁樣好似有啲蝕喎，你請人哋過嚟，本身想祝福你嘅婚禮㗎嘛，家陣搶晒啲風頭。好吧，不過其實大家又唔好覺得話羅仲謙同埋楊怡呢個婚禮冇乜睇頭，可能人哋又好似王祖藍求婚李亞男咁，剩翻個直播俾大家睇咧，改住佢哋睇其他新聞。夏天嚟啦，係咪小伙伴們都想揾一個大空調房好好享受下涼爽呢？我哋小魚兒就話俾大家聽一個好消息，廣州大劇院1年1度陪你玩一下系列嚟啦！作為廣州大劇院嘅夏季王牌保留節目，今年嘅陪你玩一下從商務艙升級為頭等艙，內容形式更加多元，演出陣容更加豪華，堪稱史上最強陪玩季。11個項目，35場演出，涵蓋冰上芭蕾、音樂劇、歌劇、舞劇、木偶劇、跨界音樂會、合唱團等多種形式，黑天鵝、白天鵝、睡美人、怪物史萊克、賣火柴的小女孩、喜羊羊等一批人見人愛嘅大 IP 亦都陸續登場，從本地名團到國際巨製，滿足全年齡層不同需求嘅觀眾。記憶當中總有一個難忘嘅童年夏天嚟陪你玩一下。雖然兒童節啱啱過去，不過大家仲可以繼續嚟到廣州大劇院延續童真，願每個人都可以靚到揼一聲度過呢個夏天。綽綽有餘記者黃歡歡廣州報導。近日，山東老家飲食連鎖喺6·1節前夕舉辦咗今年首場公益活動，用味蕾感受世界，關愛盲童大型公益活動。而不得不提嘅係活動唔單止邀請咗廣州市盲校嘅盲童小朋友，更加同我哋廣東廣播電視台主持人協會聯合，邀請咗我哋台一眾名嘴齊齊亮相，共同為盲童送上一份6·1嘅禮物。而我哋嘅盲童小朋友更加係積極樂觀咁為我哋表演咗節目啊！由
由林佑威、黃騰浩、簡宏琳主演嘅《我的極品男友》即將開播。極品男友們為咗宣傳，可以話搏埋條老命喺記者會上面現場大 show 男人 man 魅力。哇！一出場就整個三抱，抱到呢3位男主角。林星非常輕，39.9。你手這樣啲，跟水一樣輕。睇下黃騰浩把口幾咁甜，但係似乎林日欣又唔係好領情吧。我剛剛在他說就是被他新娘抱的時候，我就一直覺得他的2隻手都在抖，而且他很容易流汗，所以我好擔心他就。咦呀，做乜要吐槽自己嘅男伴啫？咁樣搞到喺一邊嘅佑威好緊張㗎嘛。我這邊是劉涵比想象的還要重哎，雖然說個子看起來小小的，但還蠻紮實的。因為我的密度很高，密度，我像重鐵一樣重，大概是8個重鐵的重量。這還好啦，其實他還是很輕的，所以我剛剛應該是抱得最輕鬆的一位吧。但你還是有抖一點。有嗎？不要講出來。人哋簡宏琳就俾面啊林可彤好多，跟想象中差不多。自從呢個古力娜扎同埋張漢公布戀情之後咧，繼佢俾人批評演技差之後，又陷入咗呢個插足張漢同埋鄭爽嘅戀情嘅負面新聞當中啦。不過咧，一日到黑俾人黑，作為古力娜扎嘅家姐，似乎有啲睇唔過眼，要幫自己嘅妹妹爭翻啖氣，於是乎就發咗個微博話：都係自己嘅選擇啫嘛，你同我躝啊！你哋呢班咁嘅腦殘。係，不過講到娜扎嘅呢個招黑體質咧，就真係令人有啲心痛嘅。其實娛樂圈好多明星咧都招黑㗎啦，但係娜扎好似乜嘢嘢都冇做啊，就俾人黑喎，唔通真係因為佢太靚？不過其實啲網友係咁嘅，有時候真係為鬧而鬧，但係你鬧咪鬧咯，你唔使將人哋嘅劇照整成遺照㗎嘛，睇起身就嚇死本寶寶啦，真係想食翻餐好嘅嚟慰勞一下自己弱小嘅心靈添。知你為食啦，你唔使講，睇你身材都知啦，係咪？不過今晚咧，梓豪撩妹食堂咧，又帶大家去到一個高大上，但係又包你食得飽嘅餐廳，快啲嚟睇下啦你。一個而家喺廣東撩妹界非常之出名嘅男人，梓豪老師。實際上呢個男人除咗課堂之外，仲有第二啲去處㗎喎，咁就係梓豪撩妹食堂。又嚟到咗辦公室討論梓豪戀愛課堂嘅環節，當中每個人都會肚餓㗎啦，而且唔單止我會肚餓，仲會有靚女。冇錯，會唔會呢個時候咧，你就會見到一個人，哇！一個人坐喺辦公室入邊，佢或者冇人約佢食飯，又或者連點咩外賣都唔知道，咁呢個時候就係我出現啦。梓豪老師綽綽有餘當家主持，佢嘅板塊梓豪戀愛課堂已經成為咗當下年青人嘅戀愛風向標，為大家提供最 in 嘅戀愛技巧。佢就有一句至理名言：愛佢就帶佢去食好嘢咧。黃毅。自己一個人啊？梓豪老師，你今日都嚟開會咩？黃毅綽綽有餘當紅女主持，以樣靚身材正同埋甜美嘅笑容，秒奪眾多宅男們嘅歡心。性格活潑開朗，唔做作不矯情，係個惹人喜愛嘅公主 girl 啊！各位觀眾，一開始咧你要婉轉些少，唔好將自己嘅目的性暴露得太明顯。如果唔係嘅話，就會顯得好有攻擊性。跟住落嚟應該好似唔咁講。係啊。啱啱開完會都唔知中午食啲乜好。唉，我都係啊，你知啦，我最近減緊肥喎，所以咧都唔可以食啲咩澱粉質嘅嘢。咁呢個時候你就要投其所好，既然係減肥期間，就要食多啲蛋白質嘅嘢去補充營養。但係你又唔能夠太快話去食肉喎，萬一呢個女仔唔中意食肉咧，所以呢個時候你就要繼續試探佢。唔能夠食澱粉質嘅嘢，咁咪即係代表食唔飽？都唔係㗎，我都可以食啲雞肉啊、牛肉啊同埋雞蛋呢啲咯。唉，不過咧最近咧都食到厭晒啦，都揾唔到啲咩好肉食。呢個時候你就暗示佢可以食牛肉，而且關鍵之處就係佢中意食啲點樣嘅餐廳。咁你平時中意去邊間店食嘢嘅？平時啊，唉，我哋啲咁嘅女仔咧，又想減肥，個嘴又為食喎，所以咧對肉質嘅要求咧會高啲啊。咁其實揾勻晒都冇咩好嘅餐廳。呢個時候佢已經暗示得咁明顯啦，你就可以攞出你部手機，然之後搜一搜廣州最好食嘅牛扒店喺邊度，再然之後 man 一啲，主動約佢食飯出擊。啱好我有個 friend 開咗間好正嘅嘢，中午去食飯。哇，你又好啦，唉，我都未諗好。唉，唔使咁，一齊去。都好喎。
西堤牛扒咧本身就好出名嘅，而且佢係皇品集團旗下，佢嘅出品就有保證。再加之埋咧，我經常嚟呢間店食嘢，佢個牛扒嘅味道真係又香，汁又多，肉又正。加之埋你中意食肉嘅話，嚟呢度冇錯。子豪老師啊，我想鬧你好耐。點解？點解你可以咁了解我？因為你值得我關注。走。西堤嘅格調就好似佢嘅名一樣，好小資。幽暗嘅燈光、輕快嘅音樂、落地玻璃幕牆咧，搭配幾何元素嘅掛畫，詮釋住個性時尚嘅氛圍。西堤烤牛扒咧，將浪漫情懷糅合於現代時尚感，而每一道餐品，無論係配飾、盤飾、擺盤、器具等方面咧，都相當之重視。喺視覺上面就俾人驚豔嘅感覺，俾客人留低一種時尚個性嘅第一印象。唔錯喎。哇，咁客氣啊！唉，服侍靚女應該啊嘛。食咩？食乜嘢？嗱，呢度梗係食最正嘅嘢咯。你好，呢度係我菜單。好，唔該你。嗱，呢個牛扒係最出名嘅。不過係咧，我想問下你平時多唔多同男仔出嚟食飯？冇啊，近排減緊肥咁啊，都唔可以食咩？咁我咪好榮幸。係啦。西堤烤牛扒嘅一大特色就係烤牛扒嘅概念咧。烤牛扒係西堤烤牛扒餐廳主推嘅招牌特色。佢哋選取優質嘅厚牛扒，咁樣嘅牛扒先至能夠喺烘烤當中咧保留大量嘅肉汁。牛扒經過充分嘅排酸之後，保留肉汁，同時包含由蛋白質轉化而成嘅氨基酸營養，令到牛肉嘅風味咧非常之迷人嘅噃。黃毅，我今次點嘅咧係兩種，第一個係500克嘅呢個饕客牛扒，因為咧比較啱我呢種食量比較大嘅人，比較 man 嘅人食。但係咧我都好貼心咁為你點咗呢個菲力牛扒，嗱，因為你見到啦，菲力牛扒佢嘅油脂分布比較少，再加之埋咧佢係牛脷脊入邊最嫩嘅一部分，每一隻牛咧淨係得2嚿。哇！試下。照你咁講啊，即係將最寶貴嗰部分留咗俾我。唉，又唔好講呢啲，好唔好食咧係要經過你把靚口試過先食。試下先。你咪住，啲咁粗重嘅嘢都俾我粗男人做。哇！子豪老師真係好細心啊！不過明明知佢中意撩女仔，但係仲係對佢莫名咁產生咗好感。試下呢個。嚟，試下呢嚿先。唔該晒。哇，好多汁啊佢。哇，一定要試下，因為咧佢啲肉汁咧係好豐厚啊，鎖晒喺入面，好好食。想要得到一個人嘅心，首先先要攞住佢個胃。嗱，當佢對你所推薦嘅食物感覺到傾心嘅時候，你已經離成功前進咗一大步。不過要記住喎，呢個時候千祈唔好急，因為喺你跟住落嚟嘅相處同埋交談當中，你哋嘅感情會更加升華得好。學嘢咧。我問你啊，你知唔知點解呢嚿肉入邊會咁厚啊？點解啊？因為咧，佢完全可以將嗰個牛肉嘅香汁全部鎖喺呢嚿肉入邊，再加之埋咧，我哋每一嚿肉入邊都有適當嘅呢個氨基酸含量，更加大量咁保持佢嘅呢個營養部分。哇！真係好食啊！嗱，你試完呢個咧，我就試下呢個招牌嘅饕客牛小扒咯。OK， 好食嘅話，我同你一齊 share。好啊！哇！你嗰啲汁真係飛晒出嚟喎，好香嘅。佢出邊好似好硬咁，其實入面真係好嫩。嗱，子豪老師啦，你最近咧同咗咁多靚女一齊出去啦，食咗咁多好嘢，我想聽下你啲美食鑑定。嗱，呢個牛小扒咧，你可以見到切嗰陣時已經咔聲，證明佢啲肉非常之紮實。再加之埋咧，我哋可以見到佢個表面油花分佈非常之平均。哇！一啖咬落去，肉香遍佈四溢，佢個油脂就好似我哋每日平時搭公交坐地鐵一樣，爭先恐後咁逼晒出嚟，散開喺你嘅味蕾當中，實在係肉嘅髓魂。嗱，聽唔明嘅話咧，我再俾一個貼切啲嘅比方，就好似同你一樣啫嘛。喺我哋綽綽有餘嘅女主持當中，最上品就係你。哇！子豪老師佢品味唔錯，相處起身又好 nice 喎。佢係一個好好嘅交往對象。
子豪，今日又過嚟用餐啊？喂，主任，哇，犀利喎！我今日仲帶個靚女過嚟啊！說話。靚女覺得今日即係我哋呢出品做滿意嗎？幾好啊！啲肉質非常之嫩啊！梗係啦，我哋啲牛排即係同你介紹下呵。呢個牛排咧即係選用呢個肩小排係選用即係牛腹肉部位嘅，即係油花分布比較均勻，香味十足嘅。呢個菲力牛排嘅話，即係選用呢個里脊肉，係啊，背脊嗰個位嘅。咁我想考下兩位咯，咁你覺得今日嘅牛排即係呢個兩種牛排熟度即係幾成熟嘅呢？嗱，我咧就比較重口味嘅，所以咧我覺得呢個應該係5成熟。咁紅呢家佢？我諗下先。主任，咩事？聽講我哋嘅西堤牛排咧，牛肉非常之正啊，用料又講究，再加之埋咧係用數據嚟講嘢㗎嘛。梗係啦，我哋牛排即係不同嘅部位話，只會選用不同嘅生熟度嚟。比如講煎小排呢啲部位話，我哋建議係7成熟，即係後住汁水，香味十足，鎖喺入邊。係啊，比如講菲力嘅話，即係我哋建議係5成熟，係啊，5成比較好少。記住。咁之後記住未？記住啊！嗱，每一間咧，我帶個靚女過嚟，你記得問我呢個問題啦，好嗎？好，冇問題。好嘢啊！我諗翻起啦。點啊？呢個咧就係5成熟，呢個就7成熟，啱唔啱？非常啱。哇，好犀利啊！子豪老師。子豪老師真係正啊！咁嘅即係我仲介紹下，即係食啲牛排咧，仲要搭配我哋呢邊即係黑椒醬汁。黑椒醬汁啊，係啊。仲有即係搭配呢個特調燕窩棒呢個香料嚟嘅。呢個即係滲上去。係啊，將牛肉嘅味道可以體現出呢個牛肉嘅味道。除呢個牛排之外咧，我哋仲有其他嘅菜品呈上嚟俾兩位萬用嘅。係啊，好，麻煩你。好，麻煩主任。好，你試下個番茄。跟住落嚟一道牛肝菌意麵，選用珍貴嘅牛肝菌搭配意麵，味道濃郁。細細品嚐富含菌類嘅精華，將大山嘅恩賜融化喺每一啖嘅鮮美滋味入邊，令到你彷彿身處喺深山綠水當中嘅。試下先。本來咧意大利粉咧係冇味噶嘛。跟住咧佢放咗啲汁，然之後仲有啲芝士粉，同埋搭配埋呢個菇食嘅話咧，就覺得層次好豐厚、好高級嘅感覺。而且你有冇發現咧，佢係一個細節品。佢入邊有少少嘅呢個芝士粉，將佢嘅味道同埋口感都提升去另一個層次。哇！原來子豪老師呢個人咁細心㗎，將佢生得醜呢個事實掩蓋得一乾二淨啊！好多嚟到呢間店嘅女仔咧，都會點呢樣嘢食，正，即係牛肝菌。好食啊！你食下呢個菇。細心嘅你一定會發現，佢睇我嘅眼神已經唔同咗。我相信跟住落嚟，我會好快得手。跟住落嚟係一道帕爾馬火腿沙律，選用西班牙帕爾馬火腿，搭配新鮮嘅蔬菜同埋水果。西班牙火腿嘅鹹香，蔬菜嘅爽脆，再搭配埋酸甜嘅生果，簡直就係一場味覺盛宴呢！嗱，食完我哋嘅主食之後咧，跟住可以試下呢一道沙律。因為沙律咧對於我哋嘅腸胃係有非常之好嘅呢個舒緩作用，再加之埋咧，佢入邊特別之處就係佢有呢個帕爾馬嘅火腿，可以令到我哋成道菜口感同埋味道上升去另一個層次。哇！子豪老師，你點解知道我一直都好注重健康㗎？你真係懂我嘅啫。因為你唔知，我關注咗你好耐，你係一個好值得我關注嘅人。之前我同我合作過啲女主持咧，唔係呢樣就嗰樣，但係你夠晒特別。講呢啲。睇下你皮膚零舍白貴，真係好啱我。你咁黑。咁當然啦，食完飯之後，每一位女仔咧都需要分些少甜度嚟提升佢嘅滿足感。你睇佢咁幸福嘅表情，就知道今次嘅約會肯定係成功咗288%啦。跟住落嚟就係時候嗲一嗲佢啦。最後係一道飲品，由新鮮嘅時令水果鮮榨而成，火龍果同埋柳橙嘅搭配，甜蜜清新，慢慢吸入口中。火龍果嘅清香同埋柳橙嘅酸甜咧，瞬間充斥晒成個口腔嘅，洋溢住幸福嘅滋味。呢杯咩嚟㗎？咁怪嘅？阿黃麗，呢個咧專門特別為你而做，
跟佢表面好似其貌不揚，但係其實佢係火龍果同埋柳橙嘅相結合。哦，就好似我同你一樣啫嘛，我就係嗰個熱情嘅火龍果，你就係嗰個冰冰涼透心涼嘅柳橙，兩者嘅完美結合，時間未到先知。好，哇，得唔得？好清甜啊，好啱夏天飲啊。好啱夏天飲。點啊，黃毅？呢餐飯食得開唔開心啊？其實講真啦，一開始咧覺得你係個花公司嚟嘅，不過咧相處咗之後咧，又覺得幾 nice 嘅。係咩？其實咧，我一個好誠實嘅人，一般好似我啲咁誠實嘅人係唔會輕易表達自己，特別係中意眼睛黏嘅。哦，係啦，等陣咧，你得唔得閒咧，同我去士吉節？咪住先。一般喺呢個時候，通常 usually 通俗啲嚟講，都會有一個不知名嘅電話打俾我啊，無論賣保險又好點都好啦。我甚至懷疑嗰個人係咁戀緊我，但係好似我啲咁高智商嘅人，肯定是吹咗詐意知嘅，所以今次我就提早關咗部手機，我睇佢點樣同我絕命追人講。哇！邊個電話係啊？電話係。喂，邊度老師啊？點啊？喂，黃毅啊，啱我見到你同子豪埋一齊，佢依家仲喺咪喺度啊？我有急事揾佢啊。子豪？喂，你點可以隨便關機㗎？等陣仲要揀錄影嘅衫㗎，你快啲翻嚟啦！你又唔得閒？Well， 我走先啦。你。仲記唔記得上年玩得十分之紅火嘅冰桶挑戰呢？今年我哋又有新嘅挑戰啦！大家只要掃描我哋嘅二維碼進入卓卓有餘微商城，就可以購買到十分之好飲嘅果汁酒。並且我哋會邀請電視機前嘅觀眾嚟到我哋嘅微商城實體店同我哋互動試飲。不過聽起身咁爽，但係提醒句：飲酒唔開車，開車唔飲酒。並且我哋只會邀請18歲以上嘅觀眾朋友嚟參與呢個活動。如果你有興趣，嗱聲去我哋嘅微商城了解下啦。好啦，今期節目又到呢度啦，更多娛樂圈精彩網，你可以關注我哋騰訊同埋新浪嘅官方微博同官方微信。如果你唔記得咗收睇都唔緊要，因為你可以下載荔枝台嘅 APP， 或者係喺荔枝台嘅官網進行收睇。冇錯啦，跟住落嚟就會有妹妹為大家帶嚟豐富粵港澳演出資訊。我哋廣東第一娛樂節目綽綽有餘，下期見，拜拜。作為亞洲超人氣組合，GOT7從原來嘅清潔少年成長為7人7色嘅魅力青年，妹妹每一次見到咧都忍唔住流晒口水㗎。咁多小鮮肉喎，唔去現場尖叫咪嘥晒。唔講啦，妹妹要去買票啦。一句經典嘅高帶紅透咗大江南北，新聞亞話俾大家聽一個唔一樣嘅黃子韜，一向俾人冷酷型男型帥嘅明星余文樂上真人 show，引發熱烈討論。聽晚19點，綽綽有餘，等佢用行動話俾大家聽，呢個大叔不太冷。綽綽有餘，聽晚見。